用人不疑，便能尽财之用；疑人不用，则无心北之忧。有用有疑，决无成功之望。请收看《闽南语连续剧》一成言。嘿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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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讲一只船，讲一条命，海用愈大心愈定。黑暗中等待黎明，一步一步等靠岸。向东渡过风风雨雨，千江水我水顶行。浮浮摇摇，不免惊，乘风破浪成运命。讲心志，讲生命，提出信心力量。讲一只船，讲一条命，海用愈大心愈定。黑暗中等待黎明，一步一步等靠岸。向东渡过风风雨雨，千江水我水顶行。浮浮摇摇，不免惊，乘风破浪成运命。讲心志，讲生命，提出信心力量。小平，你嫁我，做我正式的家人，好无？天心啊，你咧甲我讲算账对无？其实，我今日提出咱结婚的要求，唔是完全为着我杨天生，是为着你，为着你的名字。咱这10多年来，无名无分，定定，互人伫咧脚脚后记记嘟嘟，讲咱的是非，讲你是歹查某。我真正真无愿意，看你受到遮多委屈，看到你一世人互讲歹话。其实这个话，自从你还未结婚抢之前，我就应该爱讲出来。是我迄当阵无迄个勇气，唔敢讲出。也不过，自从你互你大家赶出来，文昌家生去，因2个囡仔暗去了，我看你自责，叫做生不如死的生活。我看到心肝真唔甘，可是我真也无讲出来，我惊我会后悔一世人。天心啊，我敢答应你安尼做。小平，为你绑2条头长尾做早间开始，为我头一目看到你开始。我就决定一世人要爱，答甲唔答，我家己心肝来真清楚。可是我今日若无法度给你一个清晰的名分，我死都无法度原谅我家己。咱现在遐尼侪年啊，你对我的好，我哪有可能唔知影？这我拢了解。不过代志到这款的地步，我实在无法度答应你。
你为我付出遐尼济啊！今日足无简单，你有你家己的事业，你有你家己的前途。搁再讲，你嘛有你家己的后生。我若嫁你，像我若敢会放你煞？你的后生敢会答应？我若嫁你，颠倒是害着你，你知无？袂，你袂去害着我。讲了无对，像我一定会唔甘愿。我承认，像我是有一世人为做唔对的这项代志。这10多年来，伊不时走来你乱，甲你乱到你无法度通原谅。小平，其实我今日提出咱结婚的要求，嘛是为着伊。只要咱正式做阿某，伊后摆就唔敢过来甲咱乱啊。也若至叫，我会走去甲讲，我永远是伊的老爸。志强啊，啊，是等啥个电话？好，我知啦。你咧等你迄无良心的老爸敲电话来甲你讲生日快乐。唉，趁早起这个心啦。等伊对我吼，连搭讪都无搭讪着，免哪有可能会记你的生日啦？无啦，我哪有咧等伊的电话？像我这款人，敢有资格过生日？等嘛莫甲家己讲甲遐尔啊可怜，无安尼啦。莫讲这做阿母的无关心你，等一下吼，我带你来去食一顿啊好料，替你好啊庆祝一下。你等下者，我先来去换衫，随好。生日快乐！你阁会记得今仔日是我的生日上？我会记你囡仔时阵唔知生日，我买一台电动车给你，你欢喜到几啊天拢讲袂去，这条。我做你的老爸生日无请你，我感觉亏欠你真多，出去我会好好弥补你。过去啊，这拢是过去的代志。我即摆已经大汉，嘛毋是囡仔。即摆就算讲有人送我礼物，我嘛笑袂出来。20多年啊！但你即嘛毋是囡仔，志强，咱好好做爸仔囝，好啊。老，你正经老，啊，若无你是安怎有即款想法？是安怎经过遐尼侪年啊？你从来毋捌对我讲过即款话。做爸仔囝。我敢有迄个福气啊？哦，我知影，你是即摆已经有岁啊，惊讲你养家无人通拖，所以想要甲我改姓，改做杨志强，对吧？不管你姓杨还是姓杨，你是我杨天生的亲生囝，我从来毋捌放进去。志强，我嘛是迄句话。不管你要伫啥做你开出，我绝对答应你。你若母咧，
伊伫房间。志强，搁等一下随好啦。是你啊？想袂到你也会来，真正叫志强等着。我今日来是想说要甲你讲一项代志。啥物代志你讲啊？我要甲秀萍结婚啊！你即摆咧讲啥？我讲我要甲秀萍结婚，所以我来甲你通知一下。你要甲伊结婚？安尼我算啥？你放心，我袂互你吃亏。看你爱偌济，我随过会月开互你。还佫逐个月该互你1550，我都袂减。钱，我等遐尔啊侪年，等甲头拢白啊！我只是为着钱。因为天性，你太无了解我。我要伫的是啥货？我要伫的是名副其实有太太。你今仔日竟然要娶你啊秀萍，无用的啦！我一定互我一个交代。但是要甲你交代啥物啦？等咱10多年来，你也毋是咧无了解，咱是无可能。今日要来，我心肝咧就想好，毋管你安怎乱，你安怎吵，代志已经决定啊！我要娶秀萍，咱两个总是爱一日了断，毋通再过来甲我乱啊！我来走。王爷，你不要娶那老家，我把你娶那老家，我已经娶那老家了，我把你给了，你不要娶那老家，志强，赶紧的啦，你不要娶那老家，你叫伊不要娶伊，你甲讲啊，叫伊莫娶伊啦。志强，主后若有啥物困难，你做你来找我，阿爸一定甲你斗相共。但是你不要走，志强，你敢讲啊？你敢讲话啊？我烦死我了。是我啦。什么代志？咧大细声起个叫啦！就啊，哪影响啊？但即马已经有人要来甲你照顾，我会你走。天星，天星。无论我风波多情，甘心命，提出心伊的命。小珍啊，无怪你会遮痛苦，原来恁阿母所以伊才会无甲伊相认。我无想过要原谅伊，也毋过我做袂到，我真正做袂到。小珍，我知影，伫你的心肝内，你嘛是搁信任伊是你的阿母啊，要若无，你袂遮痛苦啦。啊，所以啊，你莫搁考考我，这件代志，我无法度放袂记。安怎讲哦？伊嘛是怀胎10个月，才来你生大的呢。伊是一个做阿母的人，伊心肝内哦，一定嘛是足痛苦的啦。你哪会痛苦？你即摆是当市长夫人，伊伫咧天顶，我伫咧地宫呢。小珍啊，莫激动，莫激动啊！啊，所以啊，你是我上信任的人，我才会找你讲这件代志，因为我毋知影要找谁讲。请你一定要保守秘密，尤其是玉清，你千万毋通互伊知影。伫你无人知之前，我绝对袂答任何人讲出这件代志。阿所以啊，多谢你。对啦，最近咱拢无看到周大哥。周大哥伊吼，甲因阿母
转去下港。转去下港，无怪伊最近拢无来叫我赶回。啊，伊若要走，无来甲我讲一声。伊无你知哦，嘛是有伊的理由。什么理由？玉清，敢讲你看袂出来，伊伫咧介意你呢。也毋过，伊看到你甲你的查甫朋友做伙的时阵，伊就知影伊无希望啊。拄啊好，因阿母要转去下港，伊就对因阿母转去下港。朱大哥，伊哪着安尼做啦？也毋过伊转去下港之前，伊有甲我讲，讲啥？伊有甲我讲，叫我爱好好照顾你。伊阁有讲，伊阁讲啥？伊阁讲，咱两个，咱有钱啊！你巴肚会枵无？头前面大酒好食的，我带你去食。阿算爷，我袂枵啦。啊，伊到底甲你讲啥？你紧讲啊！你袂枵，我会枵啦。你陪我做伙食啦，吼！我带你去，行。给我走！你先拖啦，放开啊！你想要甲伊斗阵？我想到袂歹斗阵。你甲我是自细汉斗阵大汉，我毋是甲你讲过几啊摆啊？我已经讲过啊，我无希望任何人来抢我的物件。而且我讲过，你是我的对手，你是我的对手呢。你这样爱食阿爸？我阿爸管你什么代志？你敢知影？今仔什么日子？是我的生日呢？这就是你送我生日礼物。我哪知你今仔生日？你唔知影？谁人嘛知影讲你大岁？你几岁？你生日几号？你对我啥物拢无了解，这就表示讲你根本都无关心我。你敢有将你所有代志甲我讲？而且我哪就需要知遐尼济？较早无需要，即摆就需要。以后你娶我无？你哪在欺下人手啊？关你什么代志？是关你什么代志？快走！走！走啊！别吵！你放开！你给我放开！是安怎你两个会当做伙？是安怎无人甲你抢？是安怎你来无保庇我？是安怎我哪会这无路用？我迄行2句我都惊到要死啊！有情伊是因为我是一两只的人。我那是要安怎保庇玉清啦？我那是要安怎保护玉清啦？我那是安怎算一个查甫囝？我真正都无路用的啊！我真正都无路用的啊！无论我风雨多起，甘心命付出心一命。你来啊！小等。头家，什么代志？我参恁头家娘后礼拜就要结婚啦。你问阿嫂啊，讲有啥物代志要斗相共的无？这阵会较无用，你较辛苦了，吼。因为结婚啊？
头家，拄则头家甲我讲，恁后礼拜要结婚，敢真是？伊是有这个打算啦。阿丽，你嘛无反对着？恁头家哦照顾我遐尼侪年啊，即摆伊年岁嘛大啊，所以你要嫁伊，你要甲伊照顾，恁两个人要做伴，要白条解喏。李官啊，你是安怎啦？咱的感情无人听会开，恐惊家己来怀疑。体会你不捌，相信你自。